好，来，请问你叫什么名？做红五，来啊，你这巴肚内面画啥？画一个小姐咧放风吹，哦，咧放风吹哦。嘿，啊，除了小姐、小姐甲风吹，还佫有画啥物？我看迄个小姐掠三支风吹咧放安尼尔啦，哦，嘿啦，这边仔是迄个叫做有一寡草啊啦，啊，佫有开花啦，哦，啊，这是嘿啦，啊，你头顶这安尼一个，这这是啥？这是咱像讲迄个叫做边仔有啥物安尼啦，风吹放去边仔拢有啥物安尼啦，面顶啦，嘿嘿嘿嘿，啊，就安尼尔吼。迄是我这头拄仔因咧讲，我这甲插插无，我干那第小姐了。啊，你早敢有放过风吹？哈，你敢有放过风吹？捌啊，做囡仔是啊，啊家己顾的啊，风吹家己顾，啊摕去远放，摕去远吼，掠咧哈，啊囡仔去啊，朝朝去啊，啊风吹就家己做吼，啊线牵长长，啊掠咧悬悬啊甲放去，啊就飞啊。阮远就伫个隔壁呢，啊，就去远就甲放啦。啊，做囡仔是啊，做囡仔是啥物嘛去？去，逐项嘛去做，逐项嘛去做。我逐项嘛去做，若去摸蜊啦，去捡田地啦，去创啥啦，嘿。啊，你介意画图无？哎呦，食到头你介意画图凊彩。我咧遐咧讲，我都嘛甲讲，要死就上万啊！什么意思？讲要死就上万啊！莫安尼讲啦，莫安尼讲。几百岁还要创啥物？来，请问你今仔几岁？哈，你今仔几岁？搁6岁100啦！哦，哎有济无？搁6岁100啊嘛？敢袂？这会手的卡数要安怎讲？这会手的卡数。94，啊，爱是，就是我是嘛，爱是，爱94岁。哦，来，你对遐讲一摆。哦，爱今年94岁，9哎对。赞。赞哦。哦，多谢你，规定我上侪岁，一定无人比我较侪岁。食到遮老免嘛，我讲我会来遮就真好啊啦，毋免要创啥。我讲毋免要创啥，啊，佫会画这啊，不得了。袂啦，你拢来教阮讲卡数啦，吼。讲卡数啊，讲卡数迄是要讲啊，迄好啊，迄好，迄好。即摆，有机会甲你学，吼，甲恁学啦，吼。系啊，安尼啊吼。多谢你，好。